Hello， 大家好，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嚇。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傾一個咧扎心又現實嘅話題。咁啊，香港咧老齡化已經到咗咧刻不容緩嘅地步。咁啊，而低收入嘅長者喺香港嘅退休生活咧，更是難上加難。咁啊，好多人都講咧，香港如今嘅高消費、高房價、高租金咧，看似係呢個市場嘅問題。咁啊，實質咧係無形中將長者咧係往外推嘅。咁啊，政府咧接連推出大灣區養老嘅政策，亦都係引導咧長者北上，騰出資源咧係給呢個年輕嘅勞動力。咁呢個背後咧，到底係城市發展嘅無奈，還是刻意咧將人口結構調整咧？咁啊，今日我哋咧就將呢件事咧徹底講透。咁啊，先睇以下嘅數據先。香港早已邁入超高齡社會，2023年65歲以上嘅長者突破157萬，佔總人口21%。咁啊，預計咧到咗2046年咧，呢個比例仲會飆升至36%。咁啊，每3個香港人裡面咧就會有1位長者。老齡化係最致命嘅問題，就係社會生產力持續下滑。意思講，年青人越嚟越少，長者越嚟越多，勞動力嘅短缺同埋醫療養老嘅壓力嘅暴增，整個城市發展嘅活力咧就會慢慢耗盡啦。咁啊，我哋咧先站在香港長者嘅角度，睇睇佢哋嘅退休生活咧究竟有幾難。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呢個身份聽起嚟光鮮，但係對於普通長者嚟講咧，就相當於你喺紐約、倫敦退休，生活嘅成本係高到離譜嘅。咁啊，先講住房啦。呢個係香港長者咧最大嘅負擔。香港嘅房價咧全球頂尖，唔好話買樓，就連租樓，一間幾平方嘅劏房，月租咧都要幾千蚊港幣。咁啊，佔咗咧長者大部分嘅退休金。好多低收入嘅長者領取住微薄長者津貼。咁啊，除咗呢個房租啦、水電啦，剩低嘅錢咧連食飯都係緊巴巴嘅，唔好話睇病同埋休閒啦。咁啊，公立嘅養老院嘅床位咧，更是一位難求，排隊咧要等幾年都係常態。私立嘅養老院咧，每個月動輒幾萬蚊港幣費用，普通嘅長者咧根本都係望塵莫及嘅。咁啊，再嚟睇睇日常嘅消費，香港嘅物價、餐飲嘅價格遠遠係高於內地嘅城市。咁啊，一餐簡餐幾十蚊，上至上百蚊嘅港幣。咁啊，買餸啦，日常嘅日用品嘅開銷啦，咁啊，對冇額外收入嘅長者嚟講咧，每一分錢都要精打細算嘅。咁啊，而且咧，隨住呢個年齡嘅增長咧，長者嘅醫療咧嘅支出係會只增不減嘅。咁啊，即便咧你係有長者嘅醫療券啦，喺香港睇病啊、攞藥啊、護理啊、醫救係唔少嘅壓力嚟嘅。咁啊，講白咗啦，喺香港，如果你冇足夠嘅積蓄，咁啊長者嘅晚年生活咧就毫無質量可言，咁啊只能夠喺狹窄嘅空間裡面，俾高昂嘅生活成本壓得喘唔過氣。咁啊呢種嘅生存嘅壓力咧，唔係個人嘅問題，而是整個城市嘅資源承載已經係容唔落越嚟越龐大嘅老年群體。面對老齡化嘅危機咧，香港嘅應對思路咧非常之清晰。引導長者前往大灣區養老，同時吸納內地年青人人才和勞動力，優化城市人口嘅結構。咁啊，大家咧可以明顯咧感受到咧近幾年香港特區政府咧出台咗一系列嘅政策，咁啊全力打通長者灣區養老嘅通道。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不斷擴容，覆蓋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符合條件嘅長者咧，可入住，可獲得政府嘅資助。咁啊，長者醫療券咧使用範圍嘅全面拓展到大灣區咁啊，讓更加多嘅長者喺內地咧也能夠咧便捷咁樣去就醫，享受住補貼嘅政策。咁啊，無論係呢個居家養老啦，入住呢一個康養社區啦，都有對應嘅政策嘅支持，一步一步咧消除長者北上養老嘅障礙。咁啊，呢啲政策咧，表面上係給予呢啲長者一個養老嘅選擇，咁啊，本質上咧就係香港咧騰出資源換活力。咁啊，一方面咧騰出稀缺嘅住房資源，香港土地緊張，住房咧短缺都係老大難嘅問題啦。咁
咁啊，長者咧前往灣區養老咧，能夠釋放一部分嘅住宅公屋資源，緩解香港嘅住房嘅壓力。咁啊，讓到咧住房嘅資源咧係向到年青人、職場人士去傾斜嘅。咁啊，另一方面咧，補充年青勞動力。香港一邊引導長者外流，一邊咧係放寬咧內地嘅大學生、年青人才嘅落戶、就業嘅政策，吸引咧高質素嘅青年咧係離港工作同埋發展。咁啊，同時咧好多基層服務嘅行業咧、體力嘅勞動業行業咧，亦都吸納內地年青勞動力去填補呢個崗位嘅缺口。咁啊，好多人就會有疑問啦，香港點解唔大量引進外勞？咁啊，其實咧核心嘅原因係非常之簡單，內地嘅年青人咧更加適配香港嘅文化同埋語言，融入個成本咧會更加之低。咁啊，而且咧大灣區一體化嘅發展咧，兩地人才嘅流通咧本身就係咧大勢所趨，引進內地嘅青年咧，既能夠解決勞動力嘅短缺嚇，又能夠咧為香港注入新鮮嘅血液。遠比引進海外嘅外勞咧更加符合城市長遠嘅利益。咁啊，反觀當下嘅香港咧，唔少行業已經出現咗冇人做嘅困境。咁啊，餐飲啊、物業啊、養老護理啊、基層嘅服務崗位等等啊，本地年青人咧係唔願意做。咁啊，老齡化咧又讓到勞動力咧係持續流失嘅。咁啊，全靠咧內地嘅年青嘅勞動力去支撐。如果唔及時去調整呢個人口嘅結構咧，香港嘅金融、服務嘅等等核心嘅產業咧，遲早會因為勞動力不足陷入呢一個發展嘅瓶頸。咁啊，我哋咧經常講啦，人就係城市嘅根本，年青人口就是呢一個咧城市未來。咁啊，香港、深圳乃至呢個全世界任意一個城市都係呢個道理嘅。咁啊，深圳咧點解可以一直保持呢個發展嘅憧憬咧？就係因為年青，深圳嘅人口嘅結構咧係充滿呢個活力嘅。咁啊，年青人嘅佔比咧非常之高，創業啊、創新啊、奮鬥嘅呢個氣氛啊非常之濃厚，源源不斷嘅年青人人才湧入，咁啊帶動呢一個產業嘅迭代啦、經濟嘅增長啦，整座城市咧係永遠都係有朝氣嘅，有衝勁嘅。咁啊，而香港咧，如果任由老齡化加劇，咁啊冇年青人口嘅補充啦，咁啊只會咧陷入惡性嘅循環。咁啊，生產力嘅下降啦，再到呢個經濟活力嘅降低啦，再到呢個稅收嘅減少啦，再到呢個公共服務壓力更加之大，咁啊再到咧城市發展嘅停滯。咁啊呢啲咧真係唔係危言聳聽，咁啊而是咧全球老齡化城市都在面臨嘅死局。咁啊所以嚟講咧，引導長者喺灣區養老，而不是拋棄長者，而是讓到呢啲長者咧生活嘅成本可以更低，環境咧更加舒適嚇，咁啊擁有咧更加多嘅尊嚴啦，更加安逸嘅晚年。咁啊同時咧係讓到咧香港聚焦嘅產業嘅發展、青年嘅發展，用年青人口激活呢一個城市嘅動力。咁啊呢個咧係雙贏嘅選擇，亦都係咧香港突破發展困局嘅唯一出路。最後咧總結下，香港高房價、高消費係老齡化危機之下城市資源以人口結構失衡嘅必然結果。引導長者灣區養老係城市發展嘅現實選擇。咁啊，更係為咗讓香港留住活力、留住未來。對長者而言咧，大灣區係性價比比較高、更加舒適嘅養老歸宿。咁啊，對於香港而言咧，年青人才和勞動力係城市持續繁榮嘅核心嘅底氣。人口嘅結構咧，決定咗一座城市嘅上限。香港嘅未來咧，從來都唔係話固守陳舊嘅人口結構，而是順勢而為，優化人口，激活活力。咁啊，睇完今集嘅內容咧，你覺得香港嘅長者灣區養老係無奈之舉啦，還是最優嘅選擇？香港人口嘅政策又是否能讓城市重回活力呢？咁啊，歡迎大家咧喺評論區留低自己嘅睇法。多謝大家點讚轉發，我哋下期再見，拜拜。